生命在呼吸之间，呼接天根，吸接地根，呼接天根，吸接地根。地根就是后天之气啊，天根是先天之气啊。阴阳二气啊，加一个阳，五金木水，阴阳二气，阴阳之谓道啊，先天啊，加上后天啊，五金木水才能有生命啊。七经八脉啊，八脉。纯阳就先天了，还本还原嘛，练精化气，练气化，练神还虚，练虚还武嘛，还本还原嘛。返璞归真嘛。真嘛，真啊。